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对吗？因为在你们听歌颂者的同时，我的新专辑已经上线了。所以你要收音机，告诉我哪个频道，收听你的声音，听到你发怒，把你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，那梦的一盘非常摇啊摇，放下那个名字，飞呀飞，不分春夏秋我觉得有一个奇怪的笑点是我的表演才有的，就是在明明大家知道一首歌已经结束的时候，却不敢拍手。刚刚大家是不是都很怕当第一个拍手的人？没事啊，你们如果听过这首歌，该拍手就拍手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对吗？因为在你们听歌颂者的同时，我的新专辑已经上线了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迫不及待的话，你们下半场可以开始听新专辑，拿起耳机开始听。莫名其妙。除了11月13号正式发行的好消息，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，就是你们知道这8首歌已经上线了吗？其实11月13号呢，还有8首歌。这是一张16首歌的专辑，所以呢，你们今天听到的呢就是上册，那还有下册，那下册就会收录8首不是我作曲，但是都是我填词的作品。去年的9月在刚发《太空人》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说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玩笑，就是说太空人有没有卖破10万啊，破10万啊？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你们到底懂不懂世道，懂不懂世态炎凉啊？然后呢，就有人在底下说，那如果你破10万呢？所以我就说，破10万的话，我个人就再出20首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后来太空人就是卖了8万张，因为卖了8万多，所以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就出16首。而且也觉得16这个数字听起来挺好的啊。